大家有冇思考過個問題？有啲人佢點解買樓，即使佢唔賺錢，但起碼佢都唔會蝕。但係另外一類人，佢點樣買都係蝕，甚至乎即使佢曾經係買樓賺過錢，但係而家你嗌佢再買樓，佢照樣蝕到攤攤腰，即係我哋俗稱叫做燈神啊嘛。咁好啦，今日呢，我哋就唔賣關子，原因好簡單，因為今日講嘅啲第二類人，佢其實就係之前賺到叫做時代紅利嘅錢啊嘛，佢仲用翻以前舊嘅思維嚟睇翻今日嘅物業，咁自然地佢血本無歸。同埋其實喺另外一個方面，佢反映嘅亦都係絕大多數人，佢哋唔識得用資產嘅角度去睇樓。其實咩意思呢？首先樓叫做房地產嘛，地產咁顧名思義，佢除咗有呢個居住嘅作用，即係你哋嘅使用價值，咁佢仲有呢個資產嘅價值。咁可惜地，大多數人佢冇呢一個經濟嘅思維，佢短視，佢只會由佢自己覺得舒服或者佢居住嘅角度去睇問題。咁當然呢一啲，我哋今日都會俾翻啲相應嘅方案，同埋咧好明顯地，今日我哋嘅 topic，我哋會有一個特殊嘅視角同大家去做一輯非常之特別嘅節目。咁今期咧，我單係寫文案咧都超過咗萬幾字㗎啦，所以大家記得多多 like。咁都係今日絕對係大家喺所有嘅地產 channel 都睇唔到嘅視角，我可以保證令到大家咧打開一個新嘅視角同埋醍醐灌頂。如果唔係，歡迎你哋喺評論區度狠狠地鬧我。所以啦，溫馨提醒啊，大家記得先 like 收藏，反覆咁樣觀看，因為今日呢一期影片時間非常之長，同埋其實我本身咧係諗住做一期付費嘅節目，但係為咗答謝翻各位精神股東一路以嚟嘅支持，所以我會先優先免費奉送。咁都係今日嘅影片。如果你哋未真正買過豪宅嘅，其實你可以 skip 咗佢，因為你大機率係聽唔明。咁當然啦，根據我自己嘅接觸，大多數我嘅觀眾都係 level 比較高嘅朋友，所以今日都希望咧喺決策方面可以幫到你哋做好更加多嘅判斷。咁當然啦，今日嘅影片會得罪兩類人。第一類就係聽風就係雨，見到千萬豪宅成交就即刻喺度話珠海嘅樓市、大灣區嘅樓市開始反轉啦。咁第二類就係見到啲普通住宅喺度降價，佢就一竹竿打死成船人，話珠海所有嘅樓都唔值錢。咁其實呢兩種睇法，我個人係覺得完全唔可取。我好喜歡嘅一位作家曾經講過，同時可以保持兩種截然相反嘅觀念，同埋可以正常行事，呢一類係一流智慧嘅標誌。咁好啦，我哋其實今時今日珠海樓市最魔幻嘅畫面係乜嘢呢？冇錯啦，就係一類住宅佢價格跌翻10年前，業主仲喺度互相踩踏。但係另外一邊，譬如話五洲花城2期啲大平層可以成交達到1100萬，係最近2026年6、7月份嘅事情啊。仲有中信紅樹灣南區一套430平方嘅別墅，成交總價達到4200萬。你冇聽錯，呢個係珠海嘅真正嘅成交價，唔係掛牌價。咁我哋折合翻佢嘅單價係98000，同埋呢一個價格唔單止係話回到高峰，可以話係刷新咗成個小區嘅歷史記錄。同埋我哋再睇翻珠海今年其他嘅成交，譬如話呢個高爾夫山莊有幾套1000萬級嘅別墅，包括華發山莊有套1600萬、1700萬嘅成交，包括人行濱海中心都出現咗3800萬嘅大面積複式成交，橫琴亦都有3500萬級嘅呢個大平層，新樓、二手樓、別墅大平層呢啲咁嘅最塔尖嘅市場不斷咁樣傳來成交嘅消息。咁所以好多人係好好奇啦，係咪啲有錢人收到風聲？係咪珠海豪宅已經見底，而家唔買，以後就買唔到呢？嗱，我哋唔使急先。我同大家咁樣講，珠海其實而家豪宅市場喺度激烈變化緊，但係變化嘅唔係話所有豪宅都一齊升值，因為豪宅市場都要排資輪迴，重新咁樣換莊家，重新咁樣定義翻乜嘢叫做優質嘅資產。
因為未來呢，唔係話呢1000萬以上都叫豪宅，唔係話你個小區有會所有咖啡廳，你望到海擺幾張咁樣 Fendi 嘅 sofa， 你就話呢一套叫做豪宅。真正嘅優質資產就好似百達翡麗佢嘅 slogan 咁樣，冇一個人可以真正擁有佢，你只不過係保管佢。呢個説話咩意思？就係優質資產可以穿越每一個週期。咁所以啦，起碼佢通過5個門檻，第一個產業、人口、稀缺性、流動性同埋圈層呢5個因素缺一不可。所以啦，今日嘅影片我會非常之深度，由真實嘅成交，包括珠海各個板塊，包括佢嘅租金回報啦、產業啦、政府資本、人工智能等等嘅因素，將呢啲咁嘅1000萬級以上嘅豪宅拆解。特別係最後，我都要送俾大家點樣判斷豪宅嘅7個模型，令到大家你哋喺內地睇樓，即使銷售同你講咩最後一套絕版海景稀缺資產，你唔使同佢廢話，你攞住我 ending 送俾你哋嘅禮物去問翻佢，自然水到渠成。咁首先，我想俾大家一個好反常識嘅觀點，就係咩呢？就係其實豪宅市場嘅成交旺盛同埋普通住宅繼續下跌，以後會同時發生，呢兩件事係一啲都唔衝突。因為喺好多人嘅觀念裏面，佢仲係停留翻以前20年前儲水池嗰種水漲船高嘅樓市模型，咩深圳升完珠海就升，主城區升完西區又升，大戶型升完細戶型又升。其實以前呢一種咁嘅思維模式，包括呢一種模型點解會 work 呢？好簡單，因為以前資金成本低，人口快速咁樣城市化，樓嘅金融屬性強，你只要大盤升，差啲嘅資產都會跟住雞犬升天。咁但係今時今日，如果你仲係 keep 住呢一個視角，咁你就 out 啦。因為無論你而家認唔認可樓市都好，有一樣嘢係永遠唔會變，係乜嘢呢？就係核心資產、核心土地永遠係稀缺。雖然話樓好多，但係機會永遠係稀缺。你認唔認可呢？因為真正嘅稀缺資產永遠有人搶，優質嘅資產定價佢不斷咁樣刷新紀錄。但係普通嘅樓呢，就喺度鬥緊邊個咁賤，邊個咁平。為咗令到大家了解翻真實嘅市場，咁阿 Wing Sir 嘅團隊都唔會紙上談兵，我哋俾翻大家個反面嘅例子。你譬如話而家珠海斗門尖峰片區嘅呢個華發水郡，亦即係呢個華發又一城嘅別墅啦，有一套599平方嘅別墅，掛牌超過5年。原先佢掛牌價係2000萬，最終係1540萬成交，足足係降咗460萬。咁第二套係喺珠海嘅市區華發世紀城嘅一套別墅，成交週期同樣都係超過5年，掛牌價當時1980萬，最終係1200萬成交，足足係降咗780萬。咁好啦，大家係咪覺得好 surprise 先？一個係斗門，一個係主城區嘅南灣片區，反而會出現呢一種咁嘅情況呢？意味住乜嘢呢？意味住豪宅佢嘅定價方式係完全唔同嘅。過去即使賣緊6000萬嘅單位，今時今日賣3000萬唔一定係平，但係過去賣2000萬，今日佢依然賣緊2000萬嘅，就唔一定係貴。咩意思呢？關鍵我哋要睇翻喺危機過後，佢仲剩翻乜嘢？咁其實大家思考乜嘢先叫做珠海真正嘅豪宅呢？嗱，首先我俾翻一個豪宅唔係幾浪漫嘅一個定義啦，但係好實用。豪宅唔係話咩大平層啊、望山望海就叫做豪宅。真正嘅豪宅係啲高淨值人士願意為佢哋呢個不可取替嘅城市服務而支付長期日價嘅呢啲咁嘅樓。咁住係城市服務，唔係話佢啲裝修啊用咩 Bulgari 啊。你買嘅唔係話300平方米嘅瓷磚，而係乜嘢呢？而係你每日可以慳到落嚟嘅時間。你唔係嗰啲咩落地玻璃，唔係嗰啲可以複製嘅景觀，而係一班願意為呢個樓盤維持社區秩序嘅人。佢哋買嘅喺呢個地方運營咗好多年嘅社區配套、商業交通、安全感同埋佢哋自己嘅社交網絡。所以呢，跟住落嚟，我會將珠海嘅樓分為5類，睇下你哋嘅喜好，可唔可以跟到呢個市場？嗱，第一類我叫做成熟主城區型，例如話珠海嘅新香洲啊、老香洲、吉大啊呢一啲咁嘅優質大平層同埋啲稀缺別墅，佢哋嘅核心價值喺邊度呢？就係可見嘅確定性。有好多朋友就唔知啦，呢個亨泰山莊其實佢就係喺珠海嘅法院附近。雖然呢個樓盤你唔可以話特別靚，但係住喺裏面啲朋友呢，基本上大家都明㗎啦。同埋最關鍵啦，
城市資源都係集中喺嗰邊，高淨值嘅家庭佢哋嘅生活路徑亦都喺附近。咁包括新香洲佢嘅價值喺邊度呢？因為新香洲佢哋而家目前呢個片區住宅供應有限，成熟家庭嘅改善片區，但係佢哋一直係存在。所以點解中海佢哋都願意喺新香洲呢個體育中心隔離，經過90幾輪嘅競價，以10.07億嘅價格樓面價成2萬幾蚊，喺呢一個逆市下攞低呢一塊地皮。所以企喺開發商嘅角度，作為大買家，佢哋都係遵循翻同樣嘅邏輯。咁第二類我叫做景觀地標型，譬如話吉大啊、情侶路啊、拱北一帶嘅呢啲咁一線海景，包括十字門部分呢，真正擁有完整景觀城市界面嘅呢款產品。譬如人行濱海中心有套726平方嘅複式，成交差唔多係3800萬。咁呢一套買家仲要係原先業主嘅朋友，所以呢一個亦都反饋咗一個好典型嘅豪宅邏輯，就係其實部分高端資產嘅成交，佢根本就唔需要靠啲咁嘅公開平台，佢靠佢哋嘅社區圈子熟人驗證，亦都可以進行交易。第三類我叫做政策型豪宅，橫琴就係最好嘅例子啦。佢唔係普通嘅行政區，佢背後係粵澳深度合作區，一個跨境流動同埋澳門產業多元化嘅一個實驗政策。所以橫琴嘅高端住宅，佢唔單止係攞嚟住，亦都帶有佢對未來制度紅利嘅期權。但係既然叫做期權嘅價值，佢就有佢嘅時間成本。所以橫琴嘅最大嘅風險係好多人佢用10年之後嘅故事嚟支付翻今日過高嘅價格，用政策嘅想像力嚟掩蓋翻而家嘅租賃需求、商業成熟度同埋生活便利度，仲唔可以達到非常之均衡嘅問題。第四類叫做稀缺嘅別墅型。譬如話呢個高爾夫山莊啊、華發山莊、莊宋紅樹灣佢哋嘅少量嘅別墅，因為佢哋土地尺寸啊、花園面積、低密度同埋呢個社區圈層係好難喺今時今日發展商嘅開發條件重新去複製。咁第五類我叫做產業改善型，因為呢一類嘅樓盤呢，唔係話傳統意義上嘅頂級豪宅，佢係需要值得觀察嘅。譬如話唐家高新區啦、航空新城，包括斗門嘅尖峰南、新青工業區周邊嘅嗰啲咁嘅改善型嘅住宅，咁呢類型嘅住宅呢，可唔可以升級？關鍵唔係睇翻啲銷售售樓部區宣傳呢度裝修得幾靚，而係睇翻周邊嘅產業可唔可以持續帶動高收入嘅崗位。因為其實大家明白，而家我哋經歷緊第4次工業革命，亦都係呢個 AI 時代。咁投資地產嘅邏輯其實相應都變咗啦。特別係所有熒幕前嘅精神股東、大股東都知道啦。而家人工智能、機械人、半導體、新能源、低空經濟。其實呢一類嘅產業升級係做緊一個好殘酷嘅事，就係一邊佢喺度提高緊我哋嘅生產效率，但係一邊佢重新分配緊每一個人嘅收入。譬如話大部分重複啊、可標準化啲咁嘅崗位，譬如話工廠啲工人，佢哋就會直接受到呢個 AI 嘅衝擊。但係真正掌握技術、資本同埋平台嘅人，佢哋嘅收入同埋財富會更加集中。所以呢一啲咁嘅住房需求都會發生兩極分化。普通嘅住宅面對嘅係更加謹慎嘅中產，但係城市裏面最稀缺、最舒適同埋最慳時間嘅資源，面對嘅就係少部分有財富增長嘅人。嗱，經濟學家洪彼特將呢一種過程叫做創造性嘅破壞。所以如果一個板塊係聚集嘅，係嗰啲可以俾人自動化替代嘅崗位，咁嗰個地方人口同埋租金佢就會承擔好大嘅壓力。咁但係如果呢嗰個板塊聚集嘅係而家嘅研發中心啊、總部啊、高端製造、資本平台或者係創業者，咁呢個板塊佢就會不斷咁創造出新嘅需求，亦即係其實好簡單咁講，樓嘅需求跟住人走，人呢就跟住產業走。所以未來呢，豪宅佢真正嘅配套唔單止係話學校、商場，而係話佢嗰個片區嗰個板塊可唔可以有持續造富嘅呢個產業生態。然後其實講到呢個產業啦，最近都不得不提嘅就係安徽合肥啦。我唔知最近大家有冇炒股啊？咁都係肯定好多朋友冇噶啦。內地股呢個長鑫科技啦，開盤之後5倍嘅升幅，咁都係按照我嘅職業習慣咧，肯定就去睇翻佢哋呢個城市最近嘅樓市情況啦。嗱，眾所周知啦，合肥佢最值得研究嘅唔單止係話佢哋嘅樓價反彈，因為其實合肥嘅價格都唔係特別高，但係佢哋嘅優勢就係在於乜嘢呢？政府點樣由之前嘅賣地思維轉向為而家嘅產業投資思維？其實我覺得係值得大家今時今日去了解下呢一種新嘅模式。因為當時呢個合肥
國資佢哋嘅合肥模式，政府唔單止話俾啲企業去補貼，而係通過國資平台、產業基金同埋園區股權，先將啲關鍵嘅產業引入嚟，作為股東幫助啲咁嘅企業去上市、去投資，形成一個新嘅產業鏈。咁當然啦，最有意思嘅就係佢哋呢個地產嘅微觀反應啦，因為其實長鑫佢所在位置係合肥嘅經開區，咁近半年呢個片區嘅成交指數咧都有7% 嘅反彈，因為佢哋嘅員工咧大部分咧關聯比較高嘅就係呢個海恒啊、芙蓉啊、蓮花嘅板塊，所以呢咁嘅片區亦都直接受益，所以亦都印證咗一個好好嘅觀點，就係產業嘅利好唔係話平均咁樣鋪雲喺成個城市裏面，而係跟住佢哋員工啊、家庭需求、佢哋嘅消費半徑一層一層咁樣層層遞進，所以呢一個就係產業同埋地產之間嘅一個真實關係。包括啦前段時間杭州嘅呢個陸小龍啦、呢個 DeepSeek 啊、宇樹科技啊都喺嗰邊，咁我前段時間自己都親自去咗杭州睇咗一轉啦。佢部分嘅豪宅咧，唔知要3000萬、5000萬。譬如話其中一個樓盤奧影世紀軒開盤就賣咗80幾套，佢哋嘅備案均價係8700蚊左右。咁我都有幸去到現場咧，問咗佢哋啲銷售，包括了解啲真實情況。好多人買家佢哋係嚟自於呢個 AI 啊、芯片嘅半導體、跨境電商同埋金融嘅行業。咁佢哋年齡咧又係集中喺35到50歲之間。但另外一方面，杭州同樣片區二手樓嘅價格並冇起飛。成交依然係維持喺300萬左右，所以大家可以見識到呢一個 K 字形嘅分化非常之明顯。咁當然肯定有啲熟悉珠海嘅朋友就知道啦。其實2025年珠海科技產業集團亦都係成立咗，註冊資本成500億，由華發同埋格力共同係組合嘅。咁公開資料顯示啦，成個集團又整合咗多間科技投資平台、產業園同埋上市公司嘅資源，目標就係做呢個科技投資、產業運營同埋產業園區一體化嘅呢個平台，或者大家就可以理解成為佢哋係一個國資背景嘅投資平台。咁好啦，講咗一大輪產業嘅分析同埋珠海分析，咁跟住落嚟肯定係回歸到我哋最關心嘅問題，我哋又再次翻到我哋珠海嘅樓市地圖。因為其實咧，珠海即使係香洲區，佢都係分為新香洲同埋主城區、成熟區，買嘅其實係一種確定性。咁呢啲片區佢嘅優勢就係城市服務密度高、改善型嘅家庭穩定、土地供應非常之有限。但同樣地，盈虧同源，你既然知道呢個片區確定性都非常之強，所以呢個地方其實潛力就不言而喻。但係起碼一樣嘢，保值程度就絕對係一等一。咁其次就係吉大、拱北、南灣同埋十字門。佢哋就係目前而家珠海嘅城市界面，所有人呢，即使唔熟悉珠海，肯定聽過呢啲地方。但係佢哋嘅優勢就係跨境嘅便利程度同埋生活嘅效率比較高，特別係拱北啊、吉大，優勢都係成熟度特別高。但係缺點就係呢兩個地方物業老化，同埋好容易塞車，同埋社區品質都一般。南灣嘅優勢就係在於佢就係靠近主城區，同埋佢係介於橫琴同埋澳門之間嘅連接，部分呢啲低密度嘅樓盤係具備一定嘅稀缺性。十字門優勢就係大家眾所周知啦，佢嘅新城市嘅界面作為珠海嘅新嘅門面，包括有會展商務嘅景觀啦。風險就係高端嘅供應其實唔少，但係呢，所以產品亦都容易互相競爭。第三類橫琴買嘅係呢個政策係期權，因為橫琴一啲千萬級嘅成交，證明佢有呢個高淨值嘅購買力。但係橫琴咧周邊嘅，譬如話住宅一房一廳，租金回報率可能只有2.5% 左右。商辦類啲公寓睇起身都可以做到3.5到4% 左右，但係40年產權同埋佢哋嘅轉讓成本都非常之高。咁所以啦，橫琴適合邊啲人呢？橫琴適合嗰啲真係需要喺勤務工作、認可翻呢啲政策嘅長期方案。第四就係呢個唐家高新區，佢買嘅就係呢個創新嘅未來。因為公開資料顯示，其實目前成個高新園區咧，常住人口只有20幾萬，地區產值雖然話超過400億，都集中咗全市比較高比例嘅呢個高新企業啊，包括呢個專精特新企業。咁第五類就係尖峰南同埋新青工業區嘅周邊啦，佢買嘅係產業升級啊，亦都好難形成真正意義上嘅頂級豪宅。之前有呢個偉創力啦，作為呢個電子信息產業嘅基礎，亦有呢個珠海冠宇、鵬輝能源。但係好似呢啲項目，佢哋只不過係增加大型嘅基礎生產崗位，咁佢哋對於啲咁嘅所謂嘅豪宅嘅支撐就非常之有限。
但係另外一方面，如果呢啲咁上面嘅產業，佢可以帶嚟呢個片區嘅研發團隊啊，包括供應鏈嘅老細或者企業高管，咁自然會對周邊改善型嘅租賃啊，或者一啲改善嘅住宅嘅升級，會帶嚟一定嘅需求。咁第六個就係航空新城同埋金灣其他片區啦。其實買嘅就係成個西部中心城區嘅產業，因為航空新城嘅城市規劃，包括個公共空間同埋生活嘅環境，確實比傳統嘅片區更加完整。同埋金灣亦都有呢個航空航天啦、生物醫藥同埋新能源嘅基礎產業，所以佢未來可唔可以支撐翻啲高端豪宅？唔單止要睇翻佢哋城市界面，仲要睇翻啲產業嘅人群願唔願喺呢一度紮根。咁所以啦，其實咧好多高端客而家佢哋嘅投資理念已經變咗啦。過去大家買豪宅，佢哋只要睇翻升值。其實而家有啲人都會考慮翻呢個租金問題，或者空置率嘅問題，或者係持有成本問題，或者佢哋嘅退出週期。嗱，譬如話目前珠海嘅租金回報咧，平均係2.9% 左右，咁但係部分啲遠郊反而可以做到5% 左右。咁但係舉個例子，好似目前咧，而家環宇天下一品公館218平方，租金差唔多係25,000蚊左右啦。咁呢一套單位差唔多都係接近1000萬㗎啦。咁其實計翻回報率都係2.4到3% 左右嘅。如果扣除翻其他物業啊、維護費用啊，其實佢嘅淨利潤只有2% 左右，其實唔算特別高。所以其實如果你目標諗住純收租，呢咁嘅1000萬級豪宅絕對就唔係你嘅最優選擇啊。當然你應該選擇翻啲口岸啊，或者細面積嘅成熟嘅片區周邊嘅細面積住宅。反而可以做到3.5到4% 回報率。咁好啦，咁肯定有人問啦，咁而家點解仲會有人買豪宅呢？呢一個問題問得就真係好啦，因為其實好多嘅豪宅佢收益唔單止係租金，好多人認為呢幾億嘅豪宅賣唔甩係因為啲樓面積太大，總價太高，錯啦！真正嘅問題係你將佢當成普通嘅樓嚟睇。其實大家可能唔知道。我接觸過好多啲頂級豪宅啊，佢哋啲業主買嚟咧，從來就唔係攞嚟住嘅，最享受咧係裡面嘅工人姐姐，因為喺業主嘅眼裏面，佢只不過一個抵押品，一個企業融資嘅信用外殼，一個富人佢哋處理流動性嘅一個工具。普通人當然買樓肯定要睇翻啲地段啊、學校啊、租金啊、戶型啊，但係頂級資本佢哋買樓係睇翻銀行可以俾到幾多個授信，我持有3年嘅成本有幾多，下一個接手嘅人喺邊度。普通嘅樓，你靠普通嘅家庭接手；頂級豪宅，佢係靠頂級資本去接手。兩者睇起身都要樓，但係根本就唔係同一個物種。但係唔可以因為豪宅佢唔追求呢個高租金，你就完全唔睇租金。因為大家要明白，始終租金係呢個市場願意為呢層樓付出嘅真實價值。長期持有只有售價冇租金，證明資產嘅價值同埋佢嘅使用價值之間差距非常之大，風險亦都非常之大。因為租金係俾翻你知道佢嘅使用價值，成交週期係俾你知道佢流動性。如果呢兩個 point 都好差，即使幾靚，你都只能夠當佢係消費品，你唔可以話呢一套係1000萬豪宅資產。咁肯定好多朋友就問我啦，喂，英 Sir，你豪宅你都賣唔少啊，咁我套單位未來仲可以升幾多？嗱，好老實咁講，而家可以答到呢啲問題嘅，基本上唔係老千就係福利嘅。但係如果我哋由經濟學角度嚟討論，其實係有跡可循。因為其實買樓始終就係參與呢個城市嘅發展，買咗呢個城市嘅股票嘛，所以呢一個片區或者呢一層樓長期嘅價值潛力，就等於呢個片區綜合嚟講佢嘅產業造富能力，包括高淨值人群嘅加入，包括呢個城市稀缺嘅城市服務，再加上佢嘅不可取替性，再減翻新增嘅供應同埋佢老化程度同埋持有成本嘅呢咁嘅折價，所以點解同樣1000萬，有啲人買嘅係確定性？有啲人買嘅係期權，有啲人買嘅係消費，有啲人買嘅可能係黃粱一夢。咁其實咧，可以睇到呢一度嘅朋友，我覺得咧，你應該比較叻自己啊，唔係俾我，係俾你自己。因為其實而家呢個社會非常之浮躁，大家都好急。你哋可以靜下心嚟聽到呢一度咧，我覺得非常之感恩。包括咧，你都可以自己慢慢思考。其實某種程度上都證明你嘅認知水平或者你嘅財富水平應該係高於身邊好多朋友嘅。因為耐心亦都係財富嘅其中一個因素。所以點解我唔會做短視頻？我原因都喺呢一度。我哋係同一個 channel 嘅，同埋講到呢度，我哋都嚟到今日嘅最重點，就係其實真正豪宅佢最難量化、最核心嘅部分就係2個字：圈層。亦都係今日比較敏感嘅部分，因為呢一個係確實我咁多年嚟親身接觸同埋實戰經驗得嚟。
因為我接觸到嗰啲所謂嘅豪客啦，無論佢父母又好，或者佢哋仔佬細路仔都好啦，對於佢哋嚟講，圈層呢兩個字係比任何因素更加重要。點解呢？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一句説話叫做寒門之下無父子？咩意思呢？呢一個説話其實就係由古代傳到而家，反映嘅就係圈層嘅意義。你譬如話，真係有啲出生係比較普通嘅家庭，好似我呢啲咁樣啦，或者啲屋企比較緊張嘅家庭，咁佢嘅家長就教啲細路仔啦，我哋要知慳識儉啊，慳啲使錢，錢要慳出嚟嘅。但換着確實係比較啲上層嘅家庭，佢哋當然唔會鋪張浪費，但係佢哋俾佢哋知道細路仔錢係一種工具，係你攞嚟投資、攞嚟升值、upgrade 自己嘅一種工具，同埋你建立好你嘅人脈。因為佢哋知道社會嘅本質就係一個權本位嘅社會，佢哋知道條條大路通羅馬，但係有啲人佢天生就喺羅馬，所以點解話每一個人都係一樣？但係呢，拉開每一個人最大嘅區別就係佢嘅呢度認知，同埋其實喺另外一個方面啦，真係你譬如話你嘅業主圈層係比較高端嘅圈層，佢哋嘅揸貨能力同埋佢哋嘅心態會更加穩。講個直白啲就係，豪宅圈層業主，即使市場咩波動，佢哋唔會特別擔心，因為佢哋手上有足夠嘅現金，唔慌。但係呢啲普通嘅或者啲炒盤嘅市場一咩風吹草動，大家互相踩踏。法國嘅社會學家就將呢一種叫做社會資本講成大白話，就係人與人之間嘅信任同埋聯繫本身亦都可以產生價值。所以點解前面講到呢個人行濱海中心嗰一套大額嘅成交係源自於佢原先業主嘅朋友，呢一個就係最典型嘅案例。所以好啦，最後呢，我都斗膽俾翻啲建議，即係大家如果真係諗住喺珠海買豪宅，你問翻7個問題。第一個，原先嘅業主係邊個？盡量可以問到篤。第二個呢，就係呢個板塊呢個區域，佢靠乜嘢嚟持續佢呢個片區啲人嘅高收入？第三個，呢一套樓10年之後會唔會被取締？你起碼景觀啊、學校、戶型、低密度、物業、圈層，起碼有3樣嘢係人哋複製唔到嘅。第四就係，如果呢一套樓5年唔升，我願唔願自己住，租唔租得出去，放唔放得出去？第五就係過去3年呢一個片區真實嘅成交週期同埋佢哋嘅傾價嘅幅度去到幾多？我哋唔好淨係睇翻佢嘅成交價，我哋要睇翻佢掛牌掛咗幾耐。如果係掛咗5年先可以成交嘅豪宅，咁你就係計翻你嘅持有成本係幾多？同埋第6個，會唔會被替代？因為如果周邊仲有大批低密度嘅戶型又好嘅，你可能今日所謂嘅頂豪嗰幾日只不過人哋一個過渡產品。最後我買嚟做乜嘢？我係攞嚟收租升值、自住、社交、養老、跨境，定係話傳承落去？所以珠海佢最大優勢唔係話佢要成為第2個深圳或者第2個矽谷，佢真正嘅價值係在於佢喺大灣區裡面確實係擁有宜居、濱海、港澳連接製造業同埋新興科技升級嘅一個組合。咁我係你哋又愛又恨嘅毒舌顧問 Wing Sir 啦。人哋呢帶你哋睇樣板間，但係我更加希望大家透過現象睇本質，帶你哋睇到一套樓背後嘅邏輯，撥開雲霧見青天。如果呢你覺得今期節目可以幫到你，或者拓寬咗你嘅視野嘅，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或者將你最想聽嘅擺喺評論區。咁當然同時呢，對呢一期節目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 WhatsApp 聯繫我，發送豪宅呢2個字，我已經將珠海所有嘅豪宅板塊匯報做成一個報告，大家自己去攞翻去慢慢參詳、慢慢睇。咁當然啦，今日只不過係拋磚引玉。更多豪宅嘅分享，歡迎各位精神股東喺評論區同我分享。咁最後啦，我想分享翻前段時間深圳灣雲晒賣啲過億豪宅沽清嘅呢個消息嘅，作為呢個 ending。裡面我聽到一個 comment 好有意思，佢就話豪宅買得好唔代表春天嚟到，佢只代表一件事，就係資產嘅升值隔離已經完成。頂級豪宅嘅邏輯同普通嘅市場已經河水不犯井水，正式脫鈎。佢哋唔再係同一種物種，唔再遵循翻同一個週期，唔再分享同一個未來。有啲人佢喺深淵裡面仰望星空，有啲人喺星空裡面買低望下深淵嘅門票。一個城市兩個世界，中間隔住一條邊個都跨唔到過去嘅升值隔離帶。